今年嘅 F1 終於喺上個星期日落幕，最終即使維斯塔本喺最終戰阿布扎比大獎賽拎到第一名，但因為 Lewis 仍然能夠拎到第三，獲得足夠嘅積分，最終以2分之差贏得今年嘅 F1 車手總冠軍。而早喺比賽之前，有唔少人，包括前 F1 車手 Jolyon Palmer 都話 Lando 咁都有機會爭到冠軍，當中涉及唔少幸運成分。今日我哋 F1 9 Up 就會同大家回顧一下阿布扎比站，睇下佢呢個第3名係點樣贏翻嚟，鎖定總冠軍。跟住我哋再回顧佢成個總冠軍嘅高高低低，睇佢今年點樣成為我哋 F1 嘅 The Newborn King。我哋 F1 9 Up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會同你逐格睇翻，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各個重要時刻，入車隊人員車手賽後嘅講法，用廣東話呈現俾大家知。如果你想睇多啲 F1 策略同埋技術，知道一場比賽入面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咁就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再撳個鐘仔搶先睇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睇 F1 嘅朋友，仲有就係 comment，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事不宜遲，咁就 let's go。之前都講過，今站 Lando 嘅任務就係最好以第3名完成賽事，咁佢就可以唔使理主要對手韋少做成點，都可以拎到車手總冠軍。而喺星期6嘅排位賽，除咗3個爭總冠軍嘅車手入到 Q3 之外，連啱啱宣布下年冇得留低嘅角田都能夠入到 Q3，呢樣為韋少留咗一個好大嘅策略優勢，就係可以食到角田嘅濤，即係前車喺直路衝開氣流，從而幫後車減低風阻，後車做到嘅速度自然更加高。而因為呢條賽道有2條以一個減速彎連接嘅長高速路段，分別係5至6號彎嘅 1.14 公里長直路，同埋之後嘅7至9號彎盡有高速彎，所以喺呢個位置如果有前車食氣流，會對圈速好大幫助。同時麥勞倫2個車手自己都爭緊冠軍，加上麥勞倫車隊賽車競爭至上嘅思維，點會叫車手讓另外一個啊？大家都聽過，之前因為新加坡站 Lando 撞咗 Oscar 一下，跟住就被罰排位要先出車，罰佢冇咁多優勢啦。但係因為美國站嘅衝刺賽，因為 Oscar 起步 T1 魯莽駕駛導致撞車，最終累到麥勞倫攞場上 DNF， 所以車隊就話一人一單無數。咁我就可以睇下阿布扎比站排位嘅 Q3， 究竟2個麥勞倫車手2轉嘅快圈，邊個先出車呢？ Q3 嘅第一轉，我哋可以見到係 Lando 行先，但係中間就隔住阿朗素同埋洛克萊，麥勞倫2個車手之間冇協同效應。睇翻呢個 F1 官方 App 嘅 Live Timing 畫面，都可以見到佢哋之間嘅距離離行離辣，自己做自己嘅快圈。另一邊廂，我哋就見到晉身 Q3 嘅角田率先出嚟，為嘅就係幫韋少喺第一轉快圈食到濤。睇翻相關嘅數據，可以見到角田一直控制好車距，到5至6號彎同埋7至9號彎2條超大長直路率先破風協助韋少。最終韋少第一轉以1分22秒點295高巨頭位拎咗個 Banker Lap。而喺咁多位車手準備出嚟做第2圈之際，羅素就聞到機會，就同工程師講：試下放我喺 Max 翻入你個圈後面，佢應該會俾氣流我食。佢覺得咧自己可以留喺韋少後邊，從而令到自己喺啲長直路度食到氣流。因為佢深知道韋少如果要贏世界冠軍，起步最好就係阻止麥勞2部車喺正佢後邊，否則就好難喺比賽度令 Lando 排第4或者以後。因為咁樣會令到麥勞倫喺比賽當中需要管理嘅變數會變得多咗好多。呢單嘢咧真係老謀深算啊！所以羅素呢條友諗嘅嘢咧唔嘢少噶。不過羅素咧最終只係做到1分22秒點645，喺2架麥勞倫同埋韋少後邊。老實講啊，都影響唔到戰局啦。拜。而第2轉我哋可以見到 Oscar 先出車，跟住鹿仔 Lando 緊隨其後，再之後咧就係韋少，羅素咧就喺再後邊跟住。Lando 成個快圈都跟住 Oscar 嘅尾流做圈，可能就印證咗麥勞倫 CEO Zak Brown 賽前嘅一句：如果比賽進行到一個位，明顯一位車手有機會爭冠，另一位冇機會，咁我哋就會盡一切可以做嘅去贏取車手世界冠軍，唔敢做就真係太癲啦。雖然去到呢個情勢，終於逼到麥勞倫向鬥車至上嘅教條主義同埋車隊內部嘅兩邊討好嘅官僚文化說不，不過呢個安排同啱啱角田幫韋少破風唔同，咁樣成個圈跟住出嚟，雖然直路可能會有優勢，但係啲彎路咧都會蝕翻出嚟。睇翻 Lando 個排位圈 Telemetry 同 Oscar 相比，明顯見到啲高速路段、大直路、高速彎都見到 Oscar 嘅幫助，不過 T9、T12 同 T14 呢啲比較慢嘅位就輸蝕啲，呢啲慢彎好似佔成個圈嘅比率唔多。但係慢彎咧嘅影響就明顯大得多啦。最終 Lando 只係比 Oscar 快 0.029 秒，做到1分22秒點408。
都真係做唔到韋少嘅22.2秒嗰啲級數，仲有 Lando 以0.201秒輸俾韋少，星期日排第2名起步。咁我哋又可以睇下 Lando 同韋少之間嘅 perimetry 比較一下，睇翻成個圈嘅 delta， 藍色條直線就係最快嘅韋少，見到橙色嘅 Lando 頭半個圈都 keep 住到輸0.1以內，但係後半個圈就開始跌咗落去，而有兩個位係特別輸蝕噶。第一個就係6-7號彎嘅減速彎 chicane， 見到 Lando 明顯係早啲縮油，跟住成個入彎減速都差得比較遠，跟住就係11、12號彎酒店部分嘅慢彎，都見到 Lando 係早啲縮油，早啲落迫力。雖然呢個位都可以見到佢可以透過一個好啲嘅出彎嘗試收復失地，不過都只能夠話喺之後嘅直路收復一半啦。而排位之後呢 Lando 就咁講啊，我都滿意噶啦。其實我以為會更加差，我會話今次嘅排位同我鬥嘅係 Oscar。Max 真係領先得太多啦，今日我哋嘅車冇咩速度，最終我覺得我哋個圈都做得幾好。睇佢個款好似好輕鬆咁款，可能佢季尾心理調整方面都強咗，同時亦都可能係知道兩部麥勒倫喺正韋少後邊，其他車隊比賽嘅時候難以搞局，加上自己又喺 Oscar 前邊有多層保護，要拎第3嘅話，只要唔犯錯，冇咩突發事件就得。去到星期日嘅比賽，啱啱咪講話 Lando 有2個優勢，幫佢第3或以上完成個比賽嘅，但係第一個圈就已經冇咗其中一個啦。Lando 喺9號彎之前俾 Oscar 爬咗頭，跌到第3名，呢下就證明咗 Oscar 去到呢個位仍然未放棄作出努力。跟住去到第4圈，見到好希望可以參與呢場總冠軍大戰，但可惜冇可能嘅鹿仔追殺前面第3嘅 Lando。鹿仔賽前曾經咁講：我唔會放車手，總冠軍個形勢喺心，要幫邊個唔係我嘅工作，我完全唔會諗呢啲嘢。我唯一諗嘅嘢就係諗我點樣可以將我部法拉利發揮到淋漓盡致，拎到最好嘅成績。呢個我諗就係落場鬥嘅車手同我哋坐喺電視機面前心態上嘅分別。落場無父子啊嘛。跟住我哋睇翻第1梯段嘅 gap 圖，都可以見到鹿仔第1梯段不斷追貼 Lando， 不過又未夠速度爬頭，送 Lando 落翻車手總亞軍。喺2個車手第1梯段嘅1至15圈，鹿仔雖然長遠嚟講都被 Lando 拉開，但係距離最多只係喺2.1秒之內。而睇埋圈速，都睇到2位車手啲圈速都係不相伯仲。而因為本身喺鹿仔之後3秒嘅羅素喺15圈換胎，希望 undercut 鹿仔甚至 Lando， 呢個 undercut 雖然唔成功，但就令到2部車要作出反應，一齊喺16圈換胎出翻嚟之後 Lando 工程師Will 一度咁講，同埋記得拉開同陸克萊嘅距離，咁樣我哋會多啲空間走山。不過世事豈能盡如人意呢？喺佢哋2個要不斷過翻啲慢車嘅18至22圈，包括喺23圈喺 T56 嘅大直路界外爬過角田之後，角田想復卓都冇咩計仔，就係咁就俾人過咗。呢樣咧就令人掛住國防部長佩雷斯啦。我都唔緊要啦，佢下年就翻嚟。而之後直播曾經分別話過 FIA 打算周 Lando 離開賽道獲得優勢，呢一下令到今場各位支持韋少嘅車迷，包括我都興奮咗一下。因為呢啲犯規咧通常一罰咧罰5秒，如果真係罰，再加埋後邊2.2秒嘅鹿仔，會令到 Lando 呢個第3變得非常之脆弱。不過無奈咧 FIA 又話角田多次變線防守，更加就真係罰咗角田5秒。睇翻畫面，的確見到角田先去外線嘅右邊，再揈去左邊，要被罰。雖然話 harsh， 但都無話可說。而同時睇翻2份判詞 ，Lando 被周離開賽道獲得持續優勢單嘢，裁判指出，如果唔係角田揈咗2次 ，Lando 根本就唔需要離開賽道，避免同角田有碰撞底下爬頭。FIA 話咩就係咩啦。不過呢，我自己就覺得 Lando 咁樣爬頭呢，就唔太醒目啦。點解要拎個世界冠軍嚟教飛？你爬一個未換胎、速度慢咁多嘅對手呢？基本上下條大直路 T789都一定過到啦。最尾都想幫角田講翻句說話，其實 Lando 咁樣衝埋嚟，速度差咁遠呢，而唔係夾硬咁樣守，根本就完全守唔到，只能夠話架車真係得韋少揸得掂。見到就算喺比賽之後 Lando 贏咗冠軍，喺 Fast 都有人話出界啫，點解要俾人周？係咪 FIA 玩針對？喺度都提一提先，其實超出賽道限制同離開賽道獲得持續優勢係唔同嘅。喺字面都見到獲得持續優勢啦，持續優勢以前可能會講秒數，但而家就主要被詮釋為賽道嘅位置。咁你出晒賽道爬頭，所面對嘅審查一定會俾你一下唔過意，4個都出晒8格嚴謹，其實都好合理啊。而多次超出賽道限制係會俾 FIA 口頭警告，
去到第4次就會食黑白旗最後警告，都未會罰時間嘅。不過如果再有咧，就會考慮罰5秒。之後喺25至28圈，鹿仔一度圈速快過 Lando， 一度追到 1.5 秒之後，不過之後 Lando 終於重拾翻速度，29至39圈先快翻個鹿仔，就係咁，鹿仔就冇咩機會上到頒獎台啦。而 Oscar 工程師阿 Tom 喺17圈就咁講喎。Oscar， 你覺得我哋行唔行到 Plan A？ 你點睇？我而家就咁睇，覺得有得做。原來呢個 Plan A 咧就係遲換胎嘅一停，相對於早換胎一停嘅羅素，中間正常23圈一停嘅韋少，同2停嘅鹿仔同 Lando， 喺知道同策略唔會夠韋少快之前，呢個策略都能夠令到 Oscar 喺韋少換胎之後嘅24圈至30幾圈，如果有咩意外出安全車啊、VFC 啊，都會有機會換埋胎，都留到第一啊。又或者喺車隊層面咁講，咁樣可以令到 Oscar 可以喺韋少前面有主動權，對車隊同埋 Oscar 都係無往而不利。同埋我哋都見到麥拿倫終於肯2個車手用唔同嘅策略，不過最尾比賽咧都係正常進行。韋少順喺 Oscar 換胎之後上翻第一 ，Lando 做埋第2停都係頂得住鹿仔，而第3完成賽事，以2分之差獲得2025年1級方程式嘅車手總冠軍。賽後車隊有2條友就咁同 Lando 講。就係咁啦，朋友，你係世界冠軍，世界冠軍。Lando 呢度係麥拿倫嘅 Zack， 我想問呢個係咪總冠軍熱線啊？跟住 Lando 咧喺無線電就喊住咁講：係啊，勁啊！多謝咁多位，你哋令一個小朋友夢想成真，多謝你哋，我愛你哋，多謝所有嘢，你哋值得嘅。媽咪，我愛你，爹哋我愛你，多謝所有嘢，我冇喊啊！我都冇啊，朋友。你令我哋所有人夢想成真，真係做得好，超開心。不過要悶少少啊，唔好燒胎或者做冬甩。不過直播鏡頭就見到之後呢 Lando 啊點會冇做冬甩呢？而同時喺 Oscar 嘅賽後無線電 CEO 就突入打斷咗工程師 Tom Selleck 講嘢。做得好啊 ，Oscar， 明顯咁樣就代表 Lando 係世界冠軍。我肯定你會 Oscar。今季真係不得了啦！你真係犀利，7個分站冠軍，我哋愛你，我哋下年再嚟過。多謝你 Oscar 為我哋做嘅所有嘢。係啊，多謝咁多位啦 ，Lando 做得好啊！今季互相試下砌低對方真係有料，所以都恭喜啦！大家都做得好好，我都嘗試過衝上去，但係啦，爭少少。Zack 嘅無線電亂入，由本身 Tom 打算安慰 Oscar， 變咗為咗車隊成績自嗨嘅環節，相應嘅成趣。而由季中嘅荷蘭站一度落後最多104分嘅韋斯塔本，最終只以2分之差輸咗總冠軍。衝過終點線之後，無線電就咁講：恭喜晒各位，下半季表現真心出色，我哋可以真係為此感到自豪，所以唔好太失望，我真係冇失望，我真係對所有人都冇放棄到感到自豪。仲有感謝本田咁多年嘅合作，同埋我哋都有好多驚嘆嘅成功。Max 嘅語氣就好平靜，我諗佢心態上面已經自輸贏於度外。不過網上片段就影到佢嘅工程師 GP Gianpaolo Lambiase 賽後喺 pit wall 度喊嘅畫面，而之後韋少喺賽後訪問就咁講：呢一年真係好多情緒起伏，講真，唔使太執着今年嘅賽果，我都唔想講太多細節。但係今年確實好艱難，不過我都好開心，因為可以同一個咁有熱誠嘅人一齊合作。當然佢係我嘅比賽工程師，但係我當佢係朋友。我哋一齊已經經歷過好多感動嘅時刻，亦都取得過好多出色嘅成就。我諗佢喺衝過終點線之後都有啲感觸，同時我都只係好自豪可以同一個咁優秀嘅人工作，同埋係一個永不放棄嘅例子。的確係啊，紅牛季中季尾嘅更新，除咗令到韋少可以能夠追翻上嚟，去到最終以2分之差失落世界總冠軍之外，連車隊積分都由第4上升到第3，只以18分之差輸俾第2平治。相反，最終排第4嘅法拉利就高下立見啦，只能夠講。而韋少咧喺賽後咧都主動恭喜 Lando， 同你講過勁多次啦，總有一日到你贏到噶，你遲早會成為世界冠軍。而家睇翻上場卡塔爾站，安東尼尼喺比賽尾段嘅56圈防守 Lando 嘅時候失誤，最終跌咗個位，令到 Lando 得以喺卡塔爾站以第4完成，比本身第5拎多2分。其實係一個原因，直接令到韋少今年失落車手總冠軍，因為同分嘅話就會計2位車手拎到嘅分站冠軍數目啊嘛。
而喺同分嘅情況之下，韋少贏咗阿布扎比站就會得到8個半分，多過 Lando 嘅7個。其實當時直播都有交代到 Kimi 仔出彎個尾不穩，加速慢咗之餘仲出咗賽道。其實睇翻 gap 圖 ，Lando 45圈換完胎之後就一路力追到49圈就開始追近 Kimi 仔，頂咗6至7個圈守唔到。其實都可以理解嘅。而佢賽後就咁樣講翻當時嘅情況。我個比賽已經受到影響啦，因為我喺 Carlos 後面食咗好多污糟氣流，好難追得貼。跟住去到比賽仲有2個圈，我入9號彎嗰陣快咗啲，令到個車尾甩咗又出咗賽道。所以明顯係一個失誤。但係韋少嘅工程師 GP 喺比賽嗰陣就咁樣講喎。唔係太肯定 Antonelli 發生咩事，但係睇嚟佢洗埋一邊俾 Norris 過佢。其實比賽期間唔知咩事，咁講呢，我會話可以理解嘅。不過之後紅牛老而不 Herman Marko 就繼續講落去。佢有2次差唔多係直接揚手示意俾 Lando 過，真係好明顯。明明係一個真心嘅犯錯，俾佢講到好似特登咁。一個車隊嘅管理層咁樣講，一定會令到唔少車迷信以為真。呢啲言論令到 Antonelli 受到大量嘅網絡攻擊，當中包括死亡威脅，咁樣真係會對車手心理造成好大影響。平治車隊領隊 Toto Wolff 已經即時反駁，講得出啲咁嘅說話，究竟可以有幾冇腦？其實我本身已經對長車好唔滿意，對賽事發展唔滿意，對最後發生嘅失誤唔滿意，都對其他錯誤都唔滿意。然後再聽到呢啲廢話，真係令我覺得難以置信。到最後 Herman Marko 終於為佢之前嘅言論道歉。我再詳細睇過啲片啦，第一次 Antonelli 本身可以防守 Piastri 守得好啲，第二次其實只係駕駛失誤，唔係特登嘅。我好抱歉 Antonelli 喺網上受到咁多攻擊，我喺度澄清多一次，佢真係冇特登俾 Norris 過。而喺阿布扎比站之後，喺比賽之後嘅受訪區，我哋見到 Kimi 同 Max 有一段對話。喂，你點啊你？老友，放心啦，冇事，完全冇嬲，你唔好放喺心上面。其實片段當中就唔係太聽到 Kimi 仔講乜，但係睇佢肢體語言都感受到佢好大壓力，好似真係自己做錯嘢咁樣。我知道廣大車迷都好中意講下笑，細嘅就可能話我哋啲 YouTuber 登，大嘅就可能話呢個車手唔啱，嗰個唔着。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唔好上頭。運動員喺高水平底下表現嘅時候犯錯係難免，但係如果因為咁而指控人哋特登，咁就好過分啦。因為你係直接話佢唔專業，甚至係受賄。呢啲指控建議有翻咁上下證據先好講出嚟啊。所以講翻轉頭 Herman Marko 被逼退休都其實真係剛好，成日亂講嘢要其他人受到後果。今年計翻條數，紅牛真係算大刀闊斧，先斬領隊 Christian Horner， 再逼 Herman Marko 退休。紅牛車隊用個全新嘅管理層去迎接新嘅新規例，唔知到時會係點呢？我哋一齊睇落去啦。去到最後係時候評估究竟 Lando Norris 呢個世界冠軍係有實力啊，定係好彩呢？咁好多人都話，超佢贏部賽車啫。咁呢個其實確係嘅，但係佢點樣去規劃自己嘅賽車生涯？點樣去同麥拿倫車隊合作發展部賽車呢？如果唔係，佢點樣喺上年季中同埋今季大部分時間駕駛一部實力強橫嘅賽車呢？呢樣嘢就由佢成個賽車生涯講起。Lando Norris 1999年喺英國嘅 Bristol 出世，早喺8歲就已經開始鬥小型賽車，14歲已經係世界卡丁車冠軍。去到2017年，當時18歲嘅佢加入麥拿倫嘅年輕車手計劃鬥 F2。2018年 F2 總成績第2輸俾羅素。2019年晉升上當時同本田分手2年，發現賽車問題唔可以賴晒 PU， 正值重建當中嘅麥拿倫火拍 Carlos Sainz 呢兩個年輕實力車手表現時有佳作，車隊2019年成績開始反彈，上到第4名。2020年更加上到車隊幫嘅第3， 21年更加重返平治嘅懷抱，更加近年嚟首次喺 Monza 獲得 1-2， 其中 Ricciardo 拎到首冠。而 Lando 同年喺21年嘅俄羅斯站，本身形勢一片大好之下，因為突如其來嘅大雨，再加上同車隊溝通嘅不足，做錯決定唔入嚟換胎，令到佢送到埋口嘅冠軍最終俾大雨沖走。縱使21年年底形勢大好，麥拿倫卻係喺2022年氣動力大改例之下研發甩轆脫腳。賽車 MCL 36季初首先遇到可靠性同埋剎車問題，令到車廠要救火式咁樣解決問題，難以專心同其他車廠喺研發大戰當中大鬥法，一直都未能解決車頭氣動力弱、入彎穩定性差、炒地力不穩嘅問題，所以一直都冇機會破處。
冇機會拎到分站冠軍。雖然車隊喺今代研發開咗個衰頭 ，Lando 亦喺2022年年底嗰陣多次被傳出有機會轉隊去到當時實力強橫嘅紅牛。不過 Lando 仍然都係選擇相信麥拿倫，覺得留喺呢個車隊先係對佢最好嘅選擇。佢之後亦都有承認，有同其他車隊傾過。其實嗰陣都係差唔多完約咯，咁你就會睇下有咩選擇，了解下未來幾年有咩可能發生啊。其實唔止紅牛，每個車手都會同唔同車隊傾下偈，睇下有咩可能性，就係咁簡單。其實我一直都好滿意麥拿倫，一直都覺得幾好。每次未同其他人傾之前，我都係先同麥拿倫傾，習慣咗都係咁做。喺呢個親生仔車手堅定跟隨之時，同時車隊嘅研發韌性好強，由22年嘅車廠第5名慢慢進步，23年拎到車隊第4，去到24年嘅邁阿密站 ，Lando 終於憑一個突發嘅安全車，首次贏到職業生涯首個 F1 分站。去到季尾，麥拿倫賽車大爆發，開始成為最強車隊，更加拎咗久違嘅車廠總冠軍。不過可惜啊，上年 Lando 同車手總冠軍失諸交臂。佢喺今年開季之前都非常有信心地覺得自己好有機會挑戰到世界冠軍。我有信心講，我絕對有能力做到世界冠軍。其實我係經過呢季先累積到咁多經驗，依家我可以好有信心咁講，自己絕對係有能力下年爭世界冠軍。邊個想同我爭，我都準備好同佢哋一戰。不過縱使賽車真係實力強橫，但佢自己咧就出閘脫腳，開季嘅時候不斷發生失誤，表現不穩，表現多次比隊友 Oscar 差。首先就係第2站中國站嘅衝刺排位賽，鎖死輪胎令到自己 Q3 最尾嗰轉快圈做唔到。第4站巴林站第3喺羅素後邊完成，沙特更加喺法拉利嘅6仔之後第4完成，差距開始俾隊友 Oscar Piastri 拉開。我之前都成日都話，如果 Oscar 第1 Lando 第2，如果你下場拎得翻第1，咁就追得翻。但問題就係啊，當佢拎唔到第1嗰陣，佢就跌落第3、第4、第5、第6，要追翻咧就好難。跟住最崩潰嗰個位就係 Lando 喺加拿大站撞到隊友 Oscar， 好彩隊友冇事，連爆胎都冇，順利 P4 完成，但自己咧就 DNF 收場。呢鑊咧真係令到佢積分上、心理上都有好大打擊。積分上咧就落後隊友 Oscar Piastri 22分，而 Lewis 喺今年8月都曾經公開講過自己季初嘅表現唔夠好。之前其實表現唔夠好，坦白講，我嗰段時間真係表現得麻麻地。而佢季中受訪嗰陣都有提過，話自己有時 overdrive 過度吹谷部賽車導致失誤。佢就話：我季初犯過唔少失誤，我曾經試過推到+01，得嗰陣真係好勁抽，有時真係只能做到咁多。我真係咁諗，我依家都有啲後悔季初想做到咁完美，到而家有時我都會收一收，揸到95節都已經夠好。而佢季中之後表現都開始回穩，睇到佢個人個樣都係精神翻，就喺奧地利、英國同埋匈牙利站拎到分站冠軍。不過因為喺荷蘭 Lando 排第2起步，但因為 PU 出現問題 DNF， 同時季中季初嘅主要對手 Oscar 就拎到冠軍。嚟到呢一站之後，分差一度擴大到34分，而去到季尾，因為上一節講嘅紅牛車隊努力不懈，韋少呢部紅牛成為賽場上最快嘅賽車，由 Monza 至尾站阿布扎比呢9站當中有6站由韋少贏得。而面對強敵麥拿倫車隊嘅問題就表露無遺。首先係 Monza， 因為車隊策略僵化，再加上換胎失誤，令到車隊要 Oscar 同 Lando 調位，再加上賽車間中表現失準，例如亞塞派姜 Lando 排到 P7， 之後拉斯維加斯嘅底板唔夠厚，導致雙 DQ。卡塔爾站車隊太 firm， 決定咧有安全車嘅時候唔換胎，又唔肯兩個車手採取唔同嘅策略，仲令到 Piastri P2 完成 ，Lando 有 P4。車隊又遲遲唔肯主力協助其中一位車手，決定堅持賽車至上主義，加上處理嘅時候又有官僚嘅保守主義，呢啲因素都令到 Lando 以至隊友 Oscar 都未能夠拎到最好嘅成績。所以雖然 Lando 能力上、成績上喺季尾都壓翻過 Oscar， 但係積分榜上就不斷俾韋少追近。當然去到最後一戰，雖然佢啲狀態都唔可以話最 fit， 卡塔爾站同阿布扎比對 Oscar 表現好啲，但佢至少都叫穩打穩紮冇犯錯，令到佢自己最終以2分之差贏得職業生涯嘅 F1 總冠軍。其實去到最尾都可以話佢夠運，但係睇翻運氣原來都係實力嘅一種。由2年年尾車隊有難嘅時候，決定相信車隊，相信車隊研發部門嘅韌性，去到今季季中能夠重整心態，重新出發，將以往過度嘅自責同埋自我情緒消耗收起。雖然我都成日笑佢，尤其是季初真係錯
路百出，而去到季尾啊，車隊又何嘗唔係瘋狂幫車手倒米啊？搞到最尾贏冠軍，真係啱啱贏得2分，真心咧就有啲好笑。但係今年啊，我哋都可以見到 Lando Norris 作為一個運動員嘅強大，雖然暫時睇落呢個車手實力水平同韋斯塔本或者陸克萊呢啲天才型車手差少少，但係去到最後係點？佢會唔會拎到幾屆世界冠軍呢？麥拿倫嚟緊嘅大改嚟年又會發展成點呢？我哋一齊睇落去啦。到最後咧就講，我諗我出多條片咧就會放下聖誕新年假，趁大家都過節咧，預計冇咩人睇咧就放下假。不過其實咧我都要暫時做下獨撚，冇咩好玩，所以暫定咧就會得閒喺 iRacing 度練下車。不過咧今日就好似未開翻新一季，好似15號先開。之後咧就會睇下會唔會出翻幾集新手嘅教學。唔知大家睇咗咁耐，或者有朋友想睇 F1，會有咩想問呢？會有咩我想講俾新手呢？歡迎留言講下。因為其實咧，我覺得自己係好多見解嘅，不過教人咧就從來都唔係我強項，所以睇下過埋新曆新年睇下點出啦。咁咧，我哋之後再見，應該今年都會出多條吧。之後再見，拜拜。